将阮的长头鬃剪做地头鬃，查某人的心伤痕袂堪你扛。哦，Hello， 大家好，我是 Lisa， 欢迎回到 Lisa 的听歌学台语系列。你们的留言我都看到了，没错，这次 Lisa 就是要来带大家听学李千娜的《查某囡仔》。娃娃 TV。我捌做过戆查某囡仔，穿伊的衬拖，亲像伊的迄一半。两个人遐尼好，行到尾无我靠，爱亲像撒文粉，金婚那遮尼薄。我曾当过笨女孩，穿她的鞋，好像是她的另一半。两个人那么要好，走到最后没了依靠，爱好像肥皂粉，情分怎么这么薄？这首歌的歌名《查某囡仔》是女孩子的意思。那戆呢是笨的意思，加起来戆查某囡仔就是笨女孩的意思。那衬拖是什么呢？衬拖呢就是这个拖鞋啦。这个衬拖它很好用，它不仅会让可以来拍嘎抓，可以可以来拍啦。好，那撒文粉呢，它是肥皂粉的意思。那撒文呢就是肥皂的意思啦。那撒文呢还有一个比较古老的说法，那就是地抠，因为以前的肥皂呢是由油茶树的种子压成油之后的残渣压成一块一块的，所以才被称为地抠。虽然现在把肥皂说成地抠的人可能比较少了，但还是有啦。像我阿嬷就还会说地抠。头毛才油，命若无遮好。别人咧佚佗，我为生活拼淡薄。一个人压雨，也唔甘愿画苦，因为我的笑面是我的倔强。头发这么细，命却没这么好。别人在玩乐，我为生活拼了命。一个人淋雨，也不愿意喊苦，因为我的笑颜是我的倔强。头毛才油，命若无遮好。这句歌词呢，把它翻译成中文，大家可能也不太懂它是什么意思。没关系，我也不太懂啦。但根据我上网查的资料显示呢，以前的人说头发细的人呢会比较好命，所以我们再来看这句歌词，应该就知道它是什么意思啦。好，那佚佗呢是玩耍玩乐的意思。一般民间呢都会把这个佚佗呢写成这个乞讨，但正确的写法呢是这个乞讨。大家来看一下乞讨这两个字，其实很有意思。两个字呢都是走之边，上面有一个日月，从白天走到晚上都在干嘛呢？玩耍嘛。像我这次去日本玩，就是从白天走到晚上。将阮的长头鬃剪做地头鬃，查某人的心伤痕袂堪咧扛。少年时讲甲遮好，美丽的梦，戆人才会相信无效的咒抓。将我的长头发剪成短头发，女人的心伤痕受不了被抠。年轻时讲得这么好听，美丽的梦，笨蛋才会相信无效的誓言。头鬃呢是头发的意思，我这个是长头鬃。剪掉之后呢，就变地头鬃了。那头发除了可以说成头鬃之外呢，也可以说成头毛或头毛哦。那剪呢，在台语里面呢是剪的意思。剪呢，还有一个比较常用的说法，那就是嘎，像是嘎的剪刀，嘎头毛剪头发。
减这个字呢，比起正，我个人是比较常说嘎啦。虽然说正的人可能还是有啦，像是一些特定的地区可能还是说正啦，不过大部分的人可能会是说嘎比较多。其实我也不是很确定是不是念正啊，不过我听李千娜唱的是正，而我从小听到大的呢也是正。不过我查了教育部的闽南语词典，它是念剑。所以我不确定是每个地区的念法不一样还是怎么样的，大家是念正还是念剑呢？留言让我知道一下吧。好，那扛呢是抠的意思，不是小气的那个抠，是挖开揭开的那个抠哦。我觉得扛这个字还蛮常用的，有时候就手贱嘛，受伤结痂的时候，很多人不都会想要去抠它吗？这个时候你就可以说你卖哥扛啊。好，那就抓呢就是发誓的意思，大家可以去看台湾的8点档，应该会蛮常听到这个词的。行动真正无在我遐，就抓，就抓。从阮的底头章，年长乌头章，袂十八的心，对爱也有希望。有一天我会拄到命中缘分注定的迄个人，我会当为伊穿迄领新娘衫。将我的短头发染回黑头发，未满18的心，对爱还有希望。有一天我会遇到命中缘分注定的那个人，我可以为了他穿那件新娘服。拄到是遇到的意思，这可以用在遇到人，像是我今日拄到李千娜，也可以用在遇到麻烦或危险上，像是我最近定定拄到麻烦。好，那迄领呢是那件的意思，这里的领呢是衣物的量词，像是一领衫、两领衫、三领衫，或者是我今日要穿一领衫。好，那新娘衫呢，就是新娘服的意思，就是这个啦，知道吧？这个就是新娘纱。上好的命拢是别人的好命，伫台北几落冬，阮也变大人。过30的我，敢会有人唔甘？有一天我会穿着命中缘分注定的挂伫遐，互阮历史也忘迄领新娘衫。最好的命都是别人的好命。在台北好几年，我也变大人。过30的我，会不会有人不舍？有一天我会穿着命中缘分注定的挂在那。让我日思夜梦的那件新娘服。归了当呢是好几年的意思，在这里的当呢可以比作年，但这不代表当是年的意思。年在台语里面呢念成泥，而不是当，但是当可以当成年来用，像是一年可以说成一当，两年可以说成两当，三年可以说成三当，归了年可以说成归了当。但也不是所有的年都可以用当来代替哦，像是就没有人会把今年说成今当，大家都是说今年，也没有人会把明年说成明当，都是说明年。当是冬天的意思，把年比作当呢，算是一种比较优雅一点的说法啦。我想是因为以前呢是以农立国嘛，而冬天呢是一年的最后一个季节，所以以前的人想说冬天一过就是新的一年了，所以才会把年比作当。好，那唔甘呢就是不忍不舍的意思，
可能有时候在路上可以看到一些阿嬷，如果看到自己的孙子跌倒之后呢，就会手刀的冲过去，把他孙子这样抱起来说：“哎呦，阿嬷唔甘哦。”其实不止人呐，像是如果你很喜欢的东西坏掉了，你觉得很舍不得，你也是可以说我就唔甘诶。像是我的电脑坏去啊，我就唔甘诶，因为它很贵。还有其实也是可以用在小气上面哦，像是你真正有够当生，连5块都唔甘开，你真的很小气，连5块钱都舍不得花。OK， 好，那以上呢就是《查某囡仔》这首歌的歌词教学，大家觉得怎么样呢？那如果大家有什么意见或想法，或者是有什么想听想学的台语歌呢，都欢迎留言告诉我哦。那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如果你喜欢的话呢，不要忘记去帮我按赞、按订阅、开铃铛、加分享。另外 ，Lisa 也有 Facebook 跟 Instagram， 有兴趣的朋友们呢，也可以去帮我 follow、按赞一下哦。那我们就下次见啦，拜拜。